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以及任何教會立場無關。獅子們，大家好啊！歡迎收睇《獅子風中轉》。今日邱放學牧師就出勤啦，所以只係得我奇雲喺度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嘅時事嘅嘢啦嚇。咁點解會咁倉促唔等埋阿邱牧師翻嚟呢？咁其實事關呢，因為我哋知道就係話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已經去到北京啦，正準備同呢一個嘅習近平主席去有啲佢哋嘅傾談嘅。咁呢一個咧，真係一個所謂嘅會登凌絕頂，兩個高人去傾偈嘅時候，無論講咗啲咩出好，會講啲咩都好，其實都會影響到呢個世界嘅動向嘅。咁喺呢個咁緊張嘅時刻，咁當然啦，我哋要追住佢啦。咁所以呢一集咧，我哋就會嚟睇下。究竟佢哋會講啲乜嘢？會講到啲乜嘢嘅程度？跟住落嚟，等阿邱牧師翻到嚟嘅時候，我哋就會仔細嘅逐個嘅題目去研究一下嘅。係啦，咁其實咧，特朗普去到中國呢件事已經講咗好耐啦，今日終於都去到啦嚇。咁樣而喺美國大小嘅傳媒都爭相去報導，去估下究竟佢哋會講啲乜嘢。佢留意咗好多嘅嘢啦嚇。咁首先第一樣被留意嘅就係特朗普總統帶咗好多嘅名人去啦，包括 Elon Musk 啦，包括 Tim Cook 啦，甚至乎 Nvidia 嘅 CEO 啦嚇。咁樣好多。咁而美國人對住呢一個嘅會談又帶咗好多嘅期望喎。咁其實最大嘅期望咧就係希望咧今日咧高企嘅油價可以回落啦，甚至乎一啲食物啊、日常用品啊、呢個嘅通貨膨脹啊都可以稍為回落嘅。確實嘅，今日喺美國，特別喺紐約啊，買所有嘢都係好貴㗎嚇。咁大家都歸咎於就係特朗普總統係去打仗啦，選擇同呢個伊朗去開戰啦嚇。咁樣就希望呢一個嘅會談咧，除咗可以將經濟呢一樣嘢，無論係藉住美國同中國更多嘅交易又好，定係話藉住可以勸服中國去叫伊朗停手霍爾木茲海峽開翻，油價跌翻，停戰咁樣呢個都係美國人好多一個少少對今次會談嘅一個嘅期望啦。咁樣咧喺經濟上面就係咁樣睇啦但係其實喺呢個戰爭嘅上邊，我哋睇到美國而家同伊朗喺度打緊啦咁特朗普總統又聲稱咧，伊朗係唔可以擁有核武嘅，佢亦都要宣言話一定會打贏伊朗其實好多時候唔知你有冇諗過，點解啲人會將伊朗打仗呢一個嘅問題帶落去今次佢喺同中國會面嘅呢件事度呢？其實好呢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就係話好多時候，因為好多人都認為今日中國其實係有能力左右呢一個嘅戰爭，例如係支持某一方面啦，例如係佢想企喺一個做斡旋嘅一個嘅立場去左右唔同嘅國家嘅決定咁樣啦咁你畢竟中國人都中意以和為貴嘅咁樣就希望呢一次嘅會談可以促成到一個停戰啦。但係唔好忘記除咗美國、伊朗同以色列之外，其實仲有呢一個嘅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嘅。更何況，如果伊朗同美國嘅戰爭入邊無論係停戰，定係話美國正式宣戰要同你打鑊金嘅，對於中東嘅局勢同世界嘅經濟，確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好周邊嘅話題，關於即係好多人都喺度諗緊會唔會特朗普總統咧就同呢個習近平主席會傾嘅。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國際關係嘅問題啦。咁香港人應該都會着眼喺呢一度噶啦，就係究竟特朗普總統會唔會成功勸服到習近平主席釋放呢一個嘅香港嘅其中一個傳媒大坑黎智英先生咧甚至乎會拉到落去，佢會唔會同佢講呢一個台灣嘅問題咧？好多嘅幻想
都喺度諗緊，究竟特朗普總統喺呢一次會談入邊啊，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我哋稍為喺邱牧師翻嚟之前，我哋不如稍為逐個睇啊！我會想同大家睇下嘅一樣嘢嘅其中一樣嘢就係經濟先啦嚇。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喺如果你話帶幾個 CEO 去中國可以拗到啲生意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有少少太過睇低咗中國人嘅。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你要睇呢件事能夠促成經濟有啲咩嘅變化嘅時候，你先要睇下呢兩個國家嘅經濟環境先。今日喺中國入邊，究竟佢人民嘅購買能力係咪真係咁高，可以買到好多美國貨呢？甚至乎其實有冇諗過佢哋嘅購買上面嘅選擇啊？咁就我中國都有啦，做咩要買美國貨呢？咁其實簡單嚟講，我頭先講過有 Elon Musk Tesla 嘅 CEO 啦咁樣 Tesla 嘅老細，咁樣其實好簡單㗎，攞一個比對就係你要比亞迪定要 Tesla 呢？Tesla 係呢一個價錢，比亞迪係呢個價錢。Tesla 有呢樣嘢，比亞迪有呢樣嘢。你覺得中國人會揀邊一樣嘢呢？又或者究竟比亞迪可唔可以入到嚟美國進軍呢一個嘅歐美市場啦嘅汽車市場啦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喺個會談當中可以傾出一個端倪嚟啦咁樣就咁而家亦都好多人喺度講啦，以車去為例嘅時候，比亞迪如果入咗嚟美國，其實對美國嘅汽車工業會唔會已經係雪上加霜呢？唔好忘記喎，喺舊年同前年其實分別喺唔同嘅工會入邊都帶動咗好多喺汽車業界嘅人士嘅一個罷工啊！即係好多時候就覺得啲車廠美國嘅車廠咁就即係唔肯俾多啲嘅福利唔肯俾多啲人工賺太多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喺本身已經係一個嘅嗰個工業上邊已經唔係咁穩健嘅時候，再加入多一個嘅競爭者，會唔會令到真係成件事更加白熱化呢？而今日面對住呢個情況之下，特朗普總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佢用緊啲咩政策去擋住呢件事嘅發生呢？冇錯啦，就係關稅啦！一架中國嘅車今日入到嚟美國係要俾100%嘅關稅嘅。即係簡單嚟講，架車就算點平都好啦，嚟到呢度咧都會貴咗1倍嘅，係啦，咁樣就係所以基本上咧，中國嘅比亞迪入唔到嚟美國都唔係無因嘅，而佢入嚟美國，俾唔俾佢入嚟咧大家唔知又點睇咧？我哋又講下戰爭咯喎，咁戰爭令到我哋油價飆升啦，係咪？咁其實首先戰爭其實除咗好多人都會認為嘅，其實尤其是係當共和黨在位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覺得，因為共和黨擁有好多能源工業共和黨嘅人咁變咗好多時候佢哋就覺得佢中意打仗，因為一打仗就會用到原油，一打仗就會用到武器，咁所以變咗咧就係佢哋一個揾錢嘅一個方式呢個一個好老派嘅講法啦咁樣就，但係其實而家今日去睇嘅就係覺得係霍爾木茲海峽，因為佢封咗嘅關係，所以原油咧就冇辦法順利進出，咁樣咧變咗一定咧就要令到要喺呢場戰爭度打贏咗之後，開翻個海峽，咁油就會平翻啦。呢個就係喺普羅大眾睇到嘅一個所謂嘅成因啦。咁但係其實呢場戰爭背後仲有好多嘅原因，有宗教性嘅原因，亦都有好多即係關乎到，譬如話係一啲嘅恐怖分子啦大家都傾唔少噶啦。其實會唔會呢啲原因就促成到，就係話其實特朗普想一了百了呢，幫以色列解脫呢？好多嗰啲原因，所以其實能唔能夠促成到呢一個嘅美伊兩國之間嘅戰爭停火呢？呢個亦都係好難講嘅。好啦，跟住講到呢一個嘅國際關係問題啦。先講作為一個香港人咁不如講下黎智英啦，好冇？咁樣就係話，其實我感覺上呢，
黎山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強嘅人嚟嘅，即係除咗佢喺個傳媒界可以繼呢一個嘅查良鏞先生之後，係另一個嘅經典嚟嘅喺香港。咁但係就係話，其實佢做嘅嘢好破格，佢亦都好激進。咁但係其實就係佢今日去到呢一個地步，無論你認唔認同佢係一個勾結外國勢力、煽動國家政權嘅人都好啦，佢今日已經係被囚20年，而以佢嘅年紀咧，好多人都大概上會估到啦，佢應該就會係喺監倉入邊過埋佢嘅最後嘅日子㗎啦。但係其實今日無啦啦當阿特朗普去到揾習近平嘅時候，呢件事又會俾傳媒拉翻出嚟講嘅原因係乜嘢呢？咁我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因為美國斟酌嘅就係中國對人權嘅一啲嘅決策啦嚇，好多人都覺得中國係冇人權啦嚇，咁唔知你點樣睇啦嚇？咁樣咧，甚至乎以黎智英為例，好多時候都係覺得咁有言論自由，佢做傳媒嘅，佢講乜嘢咁其實唔一定係同對國家政權有威脅嘅啫，係咪？你自己小氣拉咗人係咪？但係其實美國呢方面可能就係在乎呢一樣嘢。而其實去到呢一個位，究竟黎智英被囚嘅時候，呢一件事嘅中方中國政府又好，香港政府又好，又點樣睇呢？黎智英無啦啦就夾咗喺兩個國家中間，成為一個棋子。呢個位置能唔能夠促成到，無論特朗普同習近平佢哋想傾嘅係停戰又好，係經濟做生意都好，黎智英無啦啦就做咗一個籌碼。會唔會做到呢個籌碼，就係話促成咗一啲嘢嘅發生呢？呢個我亦都係要睇下嘅。咁另外我哋仲有就係台灣啦嚇。台灣其實咧好多時候大家都可能喺度諗緊究竟美國同台灣同中國嗰個關係應該係點樣啦嚇？咁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台灣佢自己係一個即係喺好多經濟上邊嘅喺做生意嘅角度嚟講咧，就夾咗喺兩個國家中間。中國就睇緊美國，你點樣視國家視呢個中國嘅國家政權？究竟中國同台灣係咪一個國家嚇？甚至乎美國咧就會睇下究竟你會唔會去侵略台灣，妨礙佢嘅自主權 ？OK， 大家就好似我頭先講過黎智英咁樣啦。呢個位置就係大家要揾一個嘅緩衝位，揾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位置，好讓大家可以經過台灣，大家可以互相有個和平嘅關係，一齊去做下生意咁樣嚇。OK， 我唔侵著你哋嘅主權啦，你由佢繼續咁樣運作啦嚇。OK， 我喺嗰度繼續做我嘅晶片，咁你亦都可以咧走去同佢做下其他生意，帶人去旅行又好，叫台灣人嚟探翻親又好嚇。咁其實總之大家今日咁樣嘅狀態不變，大家繼續做生意，有錢齊齊揾咁樣。呢個就係本身喺台灣喺中間呢一個位置嘅時候，係促成咗兩個國家，兩個全世界最大勢力嘅國家本身嘅一個嘅平衡嘅時候，咁今日會唔會呢一個平衡又會俾佢哋兩個會面所談及嘅所有事，無論係攞嚟做咗籌碼又好，定係話俾佢哋談及嘅事宜出現咗呢一個嘅崩堤呢？咁呢個亦都係指日可待嘅。去到呢個時候呢，我哋大致上呢就講咗就係話，我哋今日見到特朗普同埋習近平會面嘅時候，會大家睇緊估緊佢哋會講嘅嘢入邊嘅最大嘅幾樣嘢啦，經濟啦、戰爭啦，同埋地緣政治3樣嘢嘅。日後呢，記緊睇住我哋支持電視。等到有牧師翻到嚟嘅時候，我會再同大家一齊去細睇下佢哋兩個傾嘅嘢嘅時候，究竟將會帶俾大家嘅生活有啲乜嘢唔同？究竟今日嘅局勢又有啲咩改變？大家一齊長談研究一下。好啦，今日嘅就講到嚟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咯，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以及任何教會立場無關。